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康神啦。今日同大家去睇一間850前大花園二型屋嚟嘅。佢就4房1套嘅設計啊，850做到套房啊。仲要咧正門向東南啦，花園向西北。而佢嘅後花園咧係唔對屋嘅，對住一個公家花園啊，真係一個特色嘅單位嚟嘅。咁另外佢個位置咧亦都好近錦繡會所，咁出入都幾有方便嘅。今次介紹嘅係屬於850型嘅2型屋，即係前面大花園，業主做咗電閘門樓，另外有獨立出入口，門口可以泊一部車，跟住開咗個電閘，亦都可以泊車入到去花園通道。咁850呢，中間有個門口入屋嘅，佢嘅左手邊就係飯廳，右手邊就係客廳嘅空間，地下鋪晒啲方格嘅地磚。客廳位置左手邊就係電視機牆身，有少少收納空間，中間擺茶几。右手邊挨住窗邊位置就可以擺啲 L 型嘅大梳化，而地下呢一度亦都做咗一間客房，有窗可以望返後花園。客廳隔籬仲有個浴室洗手間，做咗企缸設計，入邊仲有少少嘅收納位。當然呢個廁所係有窗嘅，屬於明廁。沿樓梯上去參觀，一樓呢一度係屬於3房1套嘅設計，仲有個閣樓空間。樓梯嘅左手邊就係一個明廁，有浴缸嘅設計。浴室嘅隔籬就係第一間客房，樓底比較高身，因為上邊冇做閣樓。睡床呢就挨住牆邊安放，左手邊有衣櫃，挨住窗邊可以做埋梳妝台，望出去景觀向東南，望到山景。而第二間客房呢，空間就有細啲，有個大嘅採光窗，望返去後花園。但係呢度呢都可以擺到3、4隻床，仲有啲收納位添。而最重要，中間位置做咗一間主人嘅套房。有個大嘅採光窗，望出個景觀，綠油油，唔對屋，好舒服。中間5、6尺雙人床，做到3邊落床效果俾你。而套廁浴室做咗乾濕分離。入咗浴室之後，左手邊就係一個衣櫃，右手邊就分隔咗係坐廁同埋企缸，而兩個部分亦都有採光窗添。主人房望出去係唔對屋，望住公家花園，十分之開揚。另外呢度做咗個閣樓空間，做咗冷氣機俾你添。如果大家對呢個850前大花園有裝修嘅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神啊！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